灣區節有話直說 ，Hello 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哋 YouTube channel，我係主持人 Ian。咁今期節目咧就帶大家嚟到珠海十字門片區啦。咁十字門近排因為華發天匯嘅面世啦，包括中海環宇天地順勢加推啦，亦都係變得非常之熱鬧啊。咁喺 social media 上邊，咁呢個兩個樓盤亦都係非常之 hit 嘅。咁今期節目咧，我哋亦都會帶大家對比翻華發天匯嘅58方同埋中海環宇天下嘅65方兩個細面積單位啦。咁首先講翻地理位置方面啦，咁中海環宇天下就位於十字門嘅 C 位啦。咁落樓嘅話，除咗有自己嘅商業之外啦，周邊仲涵蓋咗華發商都嘅1期、2期、3期，包括時代保利中環嗰邊嘅商業啦。所以基本可以話落樓就可以滿足到衣食住行，咁包括落樓嘅話，仲可以到達十字門嘅城軌站，亦都交通上面亦都係非常之便利㗎。咁華發天匯呢邊相對嚟講，佢個位置咧就會最偏翻少少，其實佢都唔算特別偏啦，但係只不過係位於灣仔1號嘅對面啦，會更加之靠近於橫琴大橋同埋保稅區啦。整體嘅商業嘅話，其實我覺得揸車上面咧路程就相差不大啦，只不過喺步行嘅時間上面咧就有區別㗎啦。咁華發天匯如果係步行到華發商都嘅話咧，都需要差唔多10分鐘時間啦。咁包括現時天氣咁熱嘅情況下咧，行路過去確實會比較辛苦啲嘅。咁同你去到城軌站嗰邊，亦都係大概10分鐘嘅一個步行路程啦。OK， 咁位置方面嘅話咧，就首尾我覺得係環宇天下比較佔優勢啲啦。咁包括現時十字門呢邊亦都開通咗跨境巴士，可以翻到香港6個站點啦。咁上車站點亦都係喺華發商都嗰邊嘅，所以位置方面嘅話，我覺得係環宇天下會更加之勝出優勝啦。OK， 咁再講翻佢整體小區方面啦。咁中海環宇天下嘅話咧，亦都可以話係商場上蓋項目啦，但係商場同埋佢個住宅咧係分開管理嘅。咁目前在售嘅話咧就3個面積啦，65方、99方、125方。咁整體 A 區環宇天地呢一邊嘅話就係4座單體樓啦。咁呢4座單體樓嘅話係一字排開嘅，所以整體個視野啊，包括一個採光通風嘅通透性咧，我覺得做得嚟講相對都係唔錯噶。咁遺憾啲就係65方呢隻單位咧，佢個方位朝向係向翻北向嗰邊嘅。咁望出去嘅話咧，就係華發商都同埋一啲城市夜景。咁遠處少少嘅話，其實都係可以望到山景嘅。而翻到華發天匯呢一邊啦，佢整體小區嘅話就係有5座啦，3座住宅、1棟公寓、1棟寫字樓嘅。咁而家目前最新售賣緊嘅就係佢1座呢一邊啦。但係1座嘅話，我認為亦都係佢3棟住宅入面最好嘅1座啦，因為佢呢個方位嘅話係靠翻東邊嘅，咁係望翻十字門小學啦，同埋高層超過18樓嘅話咧，去越過馬騮洲山，望翻我哋海景同埋橫琴夜景㗎。咁如果矮層少少，其實都係可以望到山景，視野景觀亦都係算非常之唔錯。咁包括部分單位嘅話咧，亦都係朝南向係會優於北向嘅。咁如果係望翻內園嘅景觀嘅話咧，相對嚟講就會比較差啲啦，係望翻部分會所啊、園區嘅感覺嘅。咁整體一個密度嘅話咧，就華發天匯當然係高過中海環宇天下嗰邊啦，因為始終佢係一個6梯16伙嘅公區佈局啦，整體嘅密度確實會比較高啲，同埋總共係有5座樓嘅情況下咧，整體小區涵蓋咗寫字樓加埋公寓，所以人流嘅話相對嚟講都會窄翻少少啦。而環宇天下嘅話咧，就係傳統嘅住宅佈局啦，2梯6伙，咁係4棟單體樓，整體居住落嚟一個密度同埋舒適體驗感嘅話咧，我覺得會更加之好嘅。咁中海環宇天下就偏似於平時我哋傳統住宅類啦，而華發天匯嘅話，我覺得更加似公寓形式嘅一個住宅啦。OK， 咁再講翻佢公區配套方面啦，咁華發天匯呢一邊，成個入門大堂係超過8.6米嘅挑高嘅，亦都係用咗好多車食去打造嘅一個公區部分啦。咁包括亦都係帶咗一個高階會所啦。咁呢個會所亦都係唔同於我哋傳統會所啦，除咗專窿泳池之外，仲帶有網球發射器啊、匹克球、
KTV、私宴廳等等唔同嘅生活場景、活動場景啦。咁呢一點嘅話咧，喺目前市面上面嚟講，我覺得都係做得相對嚟講比較稀缺啲、比較難得啲啦。咁呢個會所確實亦都係彌補翻佢一個樓盤密度較高嘅問題，亦都係呢個片區，我覺得目前嚟講啊，一個細面積單位會所確實做得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咁底下嘅話咧，仲有2層開放式嘅商業街區啦，亦都係可以滿足到平時嘅一啲衣食住行嘅需求嘅。咁包括呢個會所嘅話咧，我哋可以見到，亦都係用咗好多全新嘅形式去做打造啦，譬如頭先我哋講到嘅網球發射器、匹克球啦，咁包括仲有日卡夜走嘅部分，咁包括一個泳池嘅話咧，亦都係採用咗新加坡園林式嘅一個泳池，都係做得非常之靚仔。而翻到環宇天下嗰邊啦，佢就係簡單嘅一個小區空中園林啦，係缺少咗會所呢一 part 嘅。咁呢一個嘅話咧，我覺得係都相對嚟講比較大啲嘅缺陷啦，因為作為曾經嘅地王嘅話咧，嗰度係少咗一個會所設施，包括佢而家目前 A 區環宇天地嘅話，小區佔地亦都係比較細啲，一個3樓嘅空中園林部分啦，亦都係一個長條形啦，整體就係提供到一個平時我哋可以落樓休閒啲嘅地方咯。咁喺公區會所呢一 part，我覺得就華發天梅係比起環宇天下會好翻唔少 level 㗎。OK， 咁最尾我哋亦都會帶大家睇翻佢實地65方同埋58方呢2個戶型，睇翻佢個交標實用性以及價錢，同大家講翻要究竟點樣選擇啦。OK， 咁我哋今日就一條片同大家講清楚，咁事不宜遲，即時去片。OK， 首先嚟到華發天梅5樓呢邊嘅示範單位啦，睇翻佢58方2房嘅細面積單位。咁頭先講到一個公區部分咧係6梯16伙啦，咁我哋可以見到呢啲過渡位啦。咁其實門後邊嘅話仲有其他單位嘅，所以整體一個居住密度相對嚟講咧係會比較密集啲嘅。OK， 咁咪首先睇翻戶型圖啦。咁頭先有講到嘅一個公區就係6梯16伙啦，就係咁樣2個單元形式啦。但係因為佢2個單元係冇間開嘅，所以唔可以算做真正嘅3梯8伙啦。咁我哋再睇翻戶型圖方面啦，58方係做咗2房嘅設計啦。咁我哋去通過戶型圖睇到，紫色部分都係佈建飄窗位，達到全贈送面積啦。咁呢啲飄台位置咧，亦都係達到80公分嘅佈建。咁露台位置咧，亦都係全部贈送一半啦。咁呢個空間嘅話咧，就做咗2房嘅設計啦。好，咁我哋正式睇翻呢隻單位先。咁其實佢58方嘅話咧，有2個戶型設計嘅。咁等陣我哋都會同大家講翻啦。但我相對覺得嚟講咧，呢隻戶型會更加之適合居住多啲咯。OK， 咁到時智能門鎖防火門啦，亦都係我哋交付標準啦。咁入到嚟門後邊仲有一 set 到頂嘅鞋櫃，到時亦都係幫我哋做好噶啦。咁延伸到對面就係我哋廚房空間啦。但係因為屬於58方細面積啦，所以個廚房嘅話都係做得比較簡單啲啦。一字型嘅操作台啦，咁再搭配埋一個洗菜盤啦，兩邊嘅設計延伸到出邊就係生活露台嘅空間啦。咁呢個生活露台空間嘅話，我覺得都算 OK 啦。發展商亦都係做咗展示，可以做到家政櫃、洗衣機、烘乾機嘅。但係不過遺憾啲就係佢呢個露台望對出去嘅話咧係天井位，所以對於一個廊3嚟講咧，可能長期都冇咩陽光同埋一個通風噶啦，所以做得係比較差啲嘅。同埋到時交標嘅話，呢道門亦都係嗰啲淡人式嘅門啦。咁如果唔記得關嘅時候咧，佢都會自動幫我哋關起身嘅啦。咁呢個廚房相對嚟講空間，我覺得就中規中矩咯。但係佢沿用咗我哋現時比較流行啲嘅Open Kitchen 嘅設計啦，所以整體入到嚟個視覺上面咧都係唔錯嘅。咁延伸到出嚟啦，呢邊就可以放翻一張細嘅餐台啦，亦都係做咗一個2人座位啦。因為呢一邊嘅話，其實都係適合2個人居住，2公婆或者小情侶啦。咁可以做翻一張餐台啊。呢邊夜晚 Candle Night Dinner 其實都係比較溫馨啲啦。同埋佢呢個單位，我覺得有一點做得非常之唔錯，就係利用呢排鞋櫃嘅位置，再延伸出嚟咧，做翻我哋一個嵌入式雪櫃位啦。咁呢一個設計嘅話咧，除咗可以慳翻唔少空間之外咧，整體入到嚟嘅視覺上咧，會更加之美觀，亦都係做得非常之唔錯啦。好，咁延伸到出邊就係我哋客廳空間啦。咁呢個客廳喺58方嚟講咧，佢個開間闊度亦都係做得好出色。呢一點我覺得係值得俾個 like 㗎，達到3.5米嘅開間闊度啊！58方嘅單位，呢邊放翻 sofa， 嗰邊放翻90寸嘅電視都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咁望出去嘅話，就係啱先我哋有講到嘅一個10字門小學啦。咁呢一邊亦都唔會起高樓啦，所以望出去視覺亦都係非常之開揚嘅。咁對面亦都有等陣我哋準備去睇嘅中海環宇天下 A 區環宇天地啦。咁如果係打側少少嘅話，攝影師可以企喺呢邊係啦。
打側少少嘅話，其實就可以望到馬騮洲3啦。咁我哋而家身處係5樓位置啦。如果係超過18樓嘅話咧，可以越過山體，直接望翻海景同埋一個橫琴夜景，亦都係非常之舒服噶。咁58方可以做到一個景觀面嘅話咧，我覺得都係相對嚟講比較正啲嘅。不過就門口會對到一個小學嘅話，可能相對嚟講啊，噪音會比較大少少。如果係其他58方嘅單位嘅話咧，係扣返我哋一個南灣大道，包括一個橫琴大橋同保瑞區一個十字路口交匯啦，相對嚟講噪音會更加之大㗎。OK， 咁睇返我哋休息區域先啦。咁呢一邊嘅話，我仲有我哋一個洗手間啦。咁呢個洗手間嘅話咧，整體就比較講真比較 mini 啲啦。包括我哋可以睇到洗手盤啦，整體都係比較 slim 啲，比較細啲啦。咁呢邊到時仲有坐廁位啦，包括企崗位，亦都係全部幫我哋做好啦。不過佢呢邊就冇做門出嚟啦，因為其實如果門展示出嚟嘅情況下咧，其實呢個洗手間因為佢係不規則形狀㗎嘛，所以整體會比較逼結少少嘅。同埋窗位對出去嘅話咧，亦都係生活露台嗰一 part， 所以整體一個光線同埋通風係做得會比較差啲嘅。但係膠標嘅話都尚算 OK 啦。咁包括頂上面一個浴室寶啦，亦都係全部幫我哋做好啦。好，咁睇返第一間客房先啦。咁呢間客房亦都係我哋講到嘅2房單位啦，但我覺得更加支持1+1嘅戶型啦，因為呢間房間嘅話，整體可能大概就只有6個平方啦。如果係放返一張米2床之後咧，其實衣櫃都比較難擺放啲，所以我覺得做返一個 studio 啊或者書房嘅話，會更加之適合啦。同埋佢窗位對出去嘅話咧，其實係天井位嚟嘅，所以幾乎係冇咩採光同埋通風啊。所以呢一點我覺得係呢個戶型亦都係比較大啲嘅一個缺陷啦。因為始終呢間房嘅話咧，唔可以當成一個正常房間去使用咯。OK， 咁再睇返我哋主人房啦。咁呢個主人房我覺得就做得相對嚟講比較出色啲啦。我哋可以感受到佢個開間58方可以做到一個主人房咁闊嘅開間咧，其實都係非常之難得啦。咁其實king size床嘅話咧，都係足夠擺放㗎，慳翻一個床頭櫃，放翻大床，再放翻60公分嘅衣櫃咧，亦都係足夠嘅。同埋因為新規產品嘅布件啦，佢本身呢度係布件咗80公分嘅飄台位啦，咁佢就打拆一半之後咧，只保留40公分啦。所以佢個窗位落地比嘅話咧，亦都係做得非常之好，包括接近全 size 嘅窗台位啦，望出去係非常之開揚。同埋我哋完全係感受到啦，入到嚟呢間房一個採光係非常之光猛，入到嚟係對比翻第2間客房嘅話咧係非常之明顯㗎。所以呢間房我覺得主人房都係做得非常之唔錯，都係過到關啦。咁整體一個裝修標準嘅話咧，其實華發一直以嚟 4.0 產品新規住宅都好啦，都係沿用咗呢個風格嘅。咁裝修方面嘅話咧，我覺得都算中規中矩啦，唔算特別好，因為其實華發近呢幾年係十字門一啲樓盤啊，包括灣仔1號又好啦，以前一個華府好，都係有爆出過一啲裝修問題係滲水啊，包括一啲交標不符啊或者其他問題啦。所以相對嚟講，一個裝修方面咧係有待考究嘅。同埋有一點要同大家講翻啦，咁如果係需要改成大1房嘅情況下咧，都係 OK 嘅，因為佢呢埲牆嘅話咧係可以打拆到嘅，所以就可以做成一個正規嘅大嘅1房1廳，係會比較享受型啲啦。咁呢邊其實就可以利用起身包埋喺主人房做翻衣帽間都係冇問題。咁呢隻單位嘅話咧，如果係景觀靚啲嘅話，為到總價就係85、86萬左右啦。咁如果係向翻園林景觀嘅話咧，其實佢個總價就會比較平啲，最低銀碼去到83萬就可以入場。所以華發天匯一個細面積58方嘅單位咧，總價就為到83萬至到86萬。咁呢個百零萬嘅成本可以買到一個十字門細面積單位。老實講，性價比確實就真係做得非常之唔錯，而且落樓嘅話就帶有我哋一個會所加埋商業嘅。OK， 咁接落嚟我哋再去翻中海環宇天下睇一睇，轉頭見。OK， 觀眾朋友，咁而家嚟到環宇天下65方嘅示範單位啦，咁可以見到整體公區部分咧係做咗2梯6伙嘅設計啦。咁呢兩戶分別就係65方啦，咁過道呢一邊就係125方嘅。咁攝影師你後邊嘅話咧就係兩戶99方嘅單位啦。咁整體一個密度啦，係比我哋頭先睇嘅華發天匯咧會低翻唔少，一個居住體驗感咧會更加之好啦。咁正式入門睇翻呢隻單位啦，咁到時一個中海獨有嘅天山住女門啦，加埋飛力浦嘅一個智能門鎖，亦都係最終交付標準啦。咁整道門嘅質素咧，亦都係做得非常之出色噶。咁延伸到呢一邊就有我哋鞋櫃嘅空間啦。咁鞋櫃整體一個色調嘅話咧，亦都係做得非常之有格調噶。咁呢個單位嘅話咧，亦都係做咗我哋傳統嘅餐客一體設計啦。咁我哋首先睇翻
廚房呢個空間先，咁廚房呢個空間亦都係中海65方呢隻單位我非常之中意嘅一部分啦，就係呢個廚房其實相當於人哋190方一個廚房空間，真係做得非常之出色啊！咁到時交標嘅話，吊櫃、地櫃、西門子3件套，亦都係最終交付啊！整體個廚房交標質素咧，亦都係做得非常之唔錯啦。咁呢個位置同樣都係預留咗2門雪櫃位嘅空間，完全足夠。所以呢個廚房入到嚟咧，我發覺呢個單位唔似65方啊，真係做得非常之出色啊！咁廚房延伸出嚟咧，呢個位置就可以預留俾我哋做翻一個餐邊櫃啦。平時俾我哋放翻早餐機、咖啡機都係 OK， 甚至乎做翻酒櫃都係冇問題嘅。咁對出嚟就可以放到一個4人圓台嘅位置啦。咁頭先我哋睇到華發天匯嗰邊啦，洗菜盤對出嚟只可以放到一個2人餐台嘅空間啦。但係呢一個位置相對嚟講就會舒適翻好多啦，係滿足到我哋正常餐台嘅使用噶。OK， 咁再過到主客廳嘅位置啦。咁呢個單位同樣都係做咗改造噶啦。佢將一個客房嘅話咧係打拆咗牆體嘅。咁正常我哋個開間闊度咧係3.5米嘅，同樣呢隻單位係同華發天匯一樣啦，開間同樣都係做得非常之出色嘅。咁延伸到出嚟就係一個露台位啦。咁到時中海嘅交標嘅話，亦都係直接幫我哋做好風窗噶啦。咁望出去嘅話咧，就係華發雙都啦，咁加埋一啲城市景觀啦。咁如果高層嘅話咧，其實就可以望到部分山景嘅位置嘅。所以點解話中海環宇天下呢個係更加之 C 位嘅核心位置啦？因為落樓嘅話咧，其實可以到達自己嘅商業啦，咁包括行過對面嘅話，就係華發雙都嘅2、3期啦。咁樓下仲有我哋十字門城軌站嘅。咁將呢個空間嘅話咧，其實可以做翻家政間，再放翻烘乾機、洗衣機，作為一個晾曬空間都係 OK 嘅。因為佢對比於華發天匯嘅話咧，有個少少遺憾啲、美中不足啊，就係少咗一個生活露台嘅空間啦。所以就唯有將呢個地方咧作為一個晾曬嘅地方啦。好，咁呢個單位嘅話，頭先講到啦，打拆咗一縫牆之後咧，去除咗一啲邊界減之後咧，我哋入門口入到嚟望過去個客廳咧，整體個感覺咧係非常之舒服嘅。視覺上啊，真係入到嚟唔似一個68.5方嘅一個2房單位啦。好，咁呢個設計嘅話咧，其實可以話改成一個1房啦。咁呢一個空間就可以俾我哋做成一個休閒區域啦。茶室或者係書房 studio 都係 OK 嘅，同埋對出去嘅話咧，亦都係有個接近全 size 嘅窗台位啦，所以整體入到嚟光感同埋通風都係做得非常之 OK 噶。好，咁就延伸到呢一邊嘅位置啦。咁佢就利用咗呢個飄台位嘅話咧，係做咗一個儲物空間喺呢一邊嘅。因為中海其實呢個單位咧都係屬於新規產品啦，所以部件嘅飄台面積其實都達到一個80公分嘅闊度嘅。佢就唔似華發打拆咗一部分啦，佢就將呢個飄台空間利用起身，做成一個儲物間嘅空間，增加收納都係非常之唔錯嘅設計啊。咁再入到入邊就係洗手間嘅空間啦。咁到時一個星盤、鏡櫃、座廁全部都係交付標準，而且係用咗 Total 牌子嘅，所以整體中海一個交標嘅話咧，我覺得俾我哋感覺入嚟嘅就係比較低調啲，但係非常之務實，用料係我覺得係比華發天匯嗰邊更加之紮實㗎。好，咁再過到企缸位，咁企缸位呢個空間我覺得就中規中矩咯，但係對65方嘅單位嚟講咧，其實都完全夠用㗎啦。幾大隻，其實都係足夠轉身，同埋呢邊仲有飄台嘅位置啦，亦都係贈送面積，咁方便我哋平時可以坐低浸下腳都係冇問題啦。中海啲用料咧，確實老實講啊，真係即係我哋無論肉眼望起身啦，或者係用手感受起身，真係 feel 到佢用料咧係真係做得非常之唔錯嘅，非常之紮實嘅。OK， 咁再過到主人房呢一邊啦。咁主人房可以見到啦，其實 king size 嘅床位咧都係足夠擺放啊，甚至乎係放咗2個床頭櫃嘅。咁同埋呢一邊仲帶咗一扇比較大啲嘅窗位啦。咁望出去同樣都係望翻雙都同埋城市景觀啦。唯一比較缺陷少少咧，就係頭先我哋講到嘅呢隻單位係朝翻北向嘅，就呢一點對比於華發天匯嚟講，一個朝向方位咧就冇咁好啦。OK， 咁攝影師你後邊呢個位置嘅話咧，其實佢就係利用咗呢個飄台面積去定製翻我哋一組衣櫃嘅空間啦。因為佢通過部件呢個位置係飄台位啦，所以我覺得可以間開做翻兩邊衣櫃，亦都係 OK 嘅。咁呢個衣櫃嘅呢個飄台位置咧，大概係80公分闊度啦，所以利用呢個位置去做就唔會佔用到床位空間，所以整體一個屋入面嘅實用率咧就會更加之高啦。咁中海環宇天下 A 區呢隻65方單位啦，為到總價嘅話咧就190萬至到200萬啦。咁喺價錢方面嘅話，對比華發天匯啦，確實就冇咩優勢啦。因為其實
兩個單位對比起身咧，都相差咗40萬到60萬一個總數啦。但係整體一個居住體驗嘅話咧，我覺得環宇天下呢一邊更加可以俾到我哋一種歸家體驗感啦。因為確實係入到嚟更加偏向似我哋一個住宅啦。咁無論任何一 part 嘅空間，客廳又好，廚房又好，洗手間又好，佢個整體嘅空間都係比較充足啲，都係適合翻兩個人嘅居住啦。咁華發天匯嗰邊咧，近似一隻大型嘅一房一廳嘅空間啦。咁包括其實華發天匯嗰邊而家亦都係帶咗一個託管反租服務啦，所以整體一個人流居住咧，相對嚟講密度會高啲，同埋人流嘅話咧會比較雜啲啦。咁如果係平時過嚟度假或者享受一啲會所嘅一啲年輕人啦，其實華發天匯就都算唔錯，因為始終日場銀碼低，加埋一個會所嘅活動場景、生活場景會比較多樣化啲啦。咁中海環宇天下，我覺得更加之適合於過嚟呢邊退休度假長住嘅朋友會更加之適合啦。咁兩個樓盤其實對於需要大量時間去往返通勤嘅話咧，其實都 OK 嘅，因為兩個樓盤其實去到港珠澳大橋岸嘅時間都係相差唔多㗎。OK，咁如果觀眾朋友對呢兩個樓盤有興趣嘅話咧，都歡迎 contact 我哋嘅聯繫方式或者添加 WeChat、WhatsApp 領取樓書啦。我係 Alan，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